来消息来看，关心交通的民间团体20一礼拜日要上街头，诉求讲甲路权轻予过路人。行政院昨嘛已经甲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甲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咯。桃园市政府嘛呼吁中央侧音甲改装车嘛应该爱制定规范，加强源头的管制。加强处理改装车，桃园今年6月开始推动检讨专案。 针对桃园市50个车辆噪音定情热点的区域，甲120间改装车行加强列管稽查。针对行政院会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注重交通安全甲过路人的安全。桃园市府建议，噪音甲改装车相关的规范都要包括在内，加强为源头管制。 源头只要有改装的行为，就应该要加重处罚，而且如果是第二次犯的话，罚则能够更加的加重。预计年底之前，这些相关法规的修法都能够上路。苏俊斌认为讲，该沿东港产生的噪音，袂当中央甲地方一人做一款，嘛感谢行政院的支持。为着要洗清台湾去互外国媒体讲是行人地价的臭名，交通安全受到重视，各地开始加强过路人的安全。 亲像新增加过路人专用的时尚号志，不过有时段限制，民众若是向摸不清楚、乌白行，嘛是真危险。新增加的东西，以为是每一天都有，结果是假日才有。那结果平日的部分，大家有些都会误闯。为了降低过路人死亡的人数，行政院嘛伫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草案，加强过路人的安全，锁定全台湾600个危险的路口来做改善。目标是伫2030年。 因为交通死亡的人数爱降低30%，民间团体认为，毋但是立法保障行人的路权，应该爱有全国统一的车路设计规范，才会当真正保护过路人的安全。这边他们会在制定行人交通设施的条例，但还是针对的是行人交通的部分，它并没有去制定整个完整道路的设计规范。另外，公民帮推协会认为讲。 目前欠缺汽机车的行车规范，也有驾驶训练、甲驾驶训练班改革上过传统，应该做改善。嘛讲到违规严重才换照，驾照换照的问题嘛无互强化。伊主张应该固定时间换照，新的交通法规的变更嘛应该透过换照来通知。记者综合报道。